各位燕祖，知唔知位於西貢五郡嘅觀音廟呢？唔好睇少呢間百年老字號啊！由19世紀尾一班廣東華僑一磚一瓦砌出嚟。當年班叔伯啊，走難嚟到西貢，驚死冇菩薩照住，夾手夾腳起廟。連梁上嘅雕花咧都係汕頭老師傅嘅手筆。二戰時期啊，呢度仲做過地下情報站。喺觀音像嘅後邊咧有條秘道。雖然而家封咗啊，當年咧偷運過唔少嘅難民同藥品，救晒傳奇啊！而家呢塊海角池岸嘅牌匾啊，連越南總理阮生啊都專登嚟鞠躬過嘅。最鬼馬嘅係啊，廟頂嘅雙龍戲珠，龍尾係特登向東扭。班老華僑心思細到好似繡花咁，龍向祖國啊！等菩薩記得保佑海外嘅遊子，行入去摸下青磚牆，涼浸浸嘅感覺就好似同8年前嘅阿公擊掌咁啊！保佑各位燕祖嚟到西貢順順利利，出入平安，返到國內飛黃騰達。拜完呢，記得睇真啲門口對石獅子啊，左口右臂暗藏玄機，開口係招財，閉口係守福。華僑嘅智慧咧，仲勁過麥玲玲啊！搞掂晒之後，再去廟側嘅巷仔掃街。越南嘅法包同滴漏咖啡平到笑，可謂係拜神兼醫肚啊！